來吃困過後啊，轉到咧節目當中咯，準備好食生產線來同大家紹介嘅啊，係手工剃頭咯，安尼按好嘅食材，所以來啊係用選種出來嘅，特別啊，我哋客人講去花東老了嘅朋友嗬，都做下會聽到名聲專攻哦，來到鳳林嘅蔬菜來買啲手工炒嘅剃頭，像前番去嘅應該係大家種阿伯同種白梅咯嗬，應講到啊嗬。啲豆啊，吼是講後生人啊，嗬，願意進來屋卡嗬，來聽買啲個手工炒剃頭，韓國買到名聲按響亮，真是按講正經嘅啦，嗬，冇按簡單冇按貴，啊像你下先來講下嗬，你頭先講到嘅環境各方面啊，唔過啊，呢個剃頭對呢個種嘅時間，你講我一條線啊，做下我有一個好嘅品質，啊像對年頭嘅蔬菜，是我當周長嘅。呢個種嘅時間，咱係用選來想照顧嘅客，頭先就講同媽媽嘛，嗬，同媽媽來學種剃頭，你學種剃頭應該咪要學門咯。種剃頭，係，像我媽嗬，我妹佢都聽我嘅北公。我家嗰片咧，叫嗌咩阿伯啦，佢一生人嗬，有一種嘅東西唔識吞咧，種嘅東西唔識吞，就會呢一種嘅，應該嗌到呢下炒嘅種嘅叫好嘅剃頭。哦，嗰時你都一個炒嘅手工剃頭係叫好剃頭，台南縣叫好，台南縣叫好，我嗰時你係一隻個品種啊，都頭擺到一下都要印種哦，唔識聽歌，唔識聽歌，佢一生人佢要印種呢種嘅剃頭，當年都種，當年都種印接den，係，佢自家種嚇，一家線，一家印流種，印種下，印種種den下來。呢隻品種差唔多民國差唔多，有人講40年，那有人講50年，嗰時節台南嘅改良廠嗰片嗬現出來嘅，啊就印呢種嘅係農產品係一樣嗬，就係你呢種嘅東西愛好食之外嗬，還愛好種好食，睇晒全部嘅人都當愛呢種嘅口味嘅。你就會呢一種嘅品種都會印流定下來。係啊，冇嗬，好先嗬，而家種一般來講嗬，剃頭咁樣生長期差唔多40年，100人係用嚟講。啊，如果剃頭種去50年，啊就要長咯。時間冇夠用。時間冇夠用，農民都較冇去種啦。長一長嘢咧。本來喺樹上咧，佢都風踩落嚟，啊太水落嚟，尖到咧，產量都冇好嘛，嗬。咁就種嘅時節嚟看。當重要哦，叫做種嘅一個時間啦，嗬，就係唔好讀到一個太水嘅時間，喺讀到一個不風采啊，起碼個哦，佢真係最麻煩嘅。叫做一個台叫好，哦，喺香港應該睇下都啲台南縣叫好啦，嗬，哦，就係都預料來做嚴重嘅，表示講一個各方面都配合都當好啦，嗬。唔過呀，我用係特別去做田間嘅管理嘛。田間管理啊，呢啊嗬，因為嗬。你台灣你要加入個 WTO 哈，動到東西哈，你用人工，就講算唔過啦。你要有個相同嘅競爭力哈，我留同我嘅東西要變哈，你要變嘅人，你就要有個競爭力嘛。主要要好，要喊到便宜。好，你要用種，你做咧搶貴，咁有錢人讓食得得，啊冇錢的人食唔到。啊，你要種嘅食咧剃頭呢種嘅東西哈，它屬於嗰種平民嘅美食。錯啊，應該平時食插當中啊，一剃頭其實，你要當到嘅運用啊，嗬。嗰時候就愛做啲老人來見證，嗬。哎呀，嘅管理來講，然後就用較現代化嘅方式。我哋轉來個體驗嗬，我哋種嘅烏金剛啊、黑金剛嗰種嘅剃頭，種差唔多2分半。啊，樹上嘅時節嗬，全部嘅嗌全家啦、嗌阿姑啦、阿伯啦，全部來聽綁剃頭哦。每一個人種童年都去剃頭綁剃頭嘅。種聽少，你就會人綁啦。搶機器就算唔好。啊，人家種了較大條嘅嗬，搶機器當算會好。咁樣用印麥啦，
2分半都是绑到10公里的，整礼拜用来绑。有做一個人力來講，都當定強嘞哦，一個綁鐵過後，嗬，一下來講當然就下現代化，下再講有一個機器各方面嘅啦，下強鬆嘞嗬。管理嘅方式。管理嘅方式，學一隻管理來講，一條鋪款睇睇做，你講頭先講防唔可以沾到水嘛，嗬。行過嚟，一個目標咁嘅時期，有乜嘅 KPI 要照顧嘅咧？目標咁嘅時節哦，差唔多像嗬，你啊嗬，年初中嗬，差唔多6、7年嗬就會綁鐵條咧。係。你啊生長期就多咧嘛。6、7年嘅下都係綁鐵條，係。當中啊下呢個時節嗬，你要當注意，當到個飼雞要去食，要去搣。哦，要去搣鐵條嚟食。當到啊，你啊當到啊。而家都表示講，你嘅鐵條好食啦，哦。係啊。因為記得會去托啊，冇好食佢冇愛呢。係托啊。啊！你較種到較大條嘅飼雞要食，另外還有老鼠。老鼠咪冇來食，食剩嘅當做的蔬菜。咱有any吃嘅。哦。你種條細都全部不會是強，我種就種較大的喂。係。咱分批嗬，分佢條，本呢啲係咪分解飼雞老鼠先啦？嗬。啊！一條做any來蔬食啦，嗬。好，一講到一種按道啊，一個蔬食攞來過後就停定咧，你講，我就做得來炒鐵條嚟嘛。很忙哦，忙錢啊！綁鐵條好像曬鐵條咩當重要，最重要係曬鐵條。曬鐵條當無限，豎鐵條時節當無限。係。我印去浸，因為吼，該你下該風鈴該種鐵條，當應該小農啊，較細農民吼，佢種嘅鐵條無多啊。係。安尼去浸較慎重嘅，佢曬就曬當，照該就照氣功。曬較早啊樣嘅，我曬較早，一樣嘅外張地講，日鐵條要曬早，冇曬早啊，一個係經驗也係樣嘅，也係有乜嘅方法做得啲。其實吼，咩有機器做得測量器啊樣嘅，不過吼外妹外爸全部要帶人就去看嘛。係。前1、2年外爸外妹土地去看啊樣，一家看，啊看哦就。佢限啲綁嘅時間，我哋就煮混好咧。呢個鐵條我看要講哦，看好的第一件樣板管理嚇。讓過去線講愛買啊，唔愛買。啊線後佢曬嘅時節，接我去看佢樣板曬。接去順咧，唔係講我唔買佢曬好本你就算咧。有啲係咩係品質管控嘅一隻當沖嘅工作。啊，冇好嘅曬冇照氣功啊，係用曬我要照氣功這樣做嘅。媽媽他們就教我們說，去看那個花生有沒有曬乾，就是說，第一個你剝殼之後，那個花生如果曬到夠乾，它的花生膜會脫得掉。哦，做係一個剝開來過後，剝開來過後嘅葉啊，和鐵條嘅葉啊，和再嚟留啲按一脫就脫起來。然後還有就是曬到拿起來搖，會聽到花生咯咯咯有聲音，這樣子。哦，天熱啦，剝開來一個脫開拿嚟，天熱咧就誒。燙熱嘅傘嗬，確按樣做嘅，燙得到按樣做得好。燙傘我看係，哦，有做係講鐵條後面愛曬到搖啦罩呢嗬，咁做嘅得。嗰做曬罩咧就做得薄鐵條嚟咩？你個鐵條做得白開來做嚟炒嚟。白鐵條就唔過行，我哋要炒嘅鐵條嗬，全部愛炒愛買進之前嗬，讓油白嘅鐵條。乜嘅原因哦？較遲啊。係唔可以不用聽叫啊！哦，嗰種鐵做來，留鐵條又要一學全部剝脫嚟處理好咧，自己可能唔會接觸到空氣啊，喺冰咧，佢會要哦都冇安全咧。該時節嗬，做唔得聽從。早嘅時間帶學啊，唔做得冰下久嘅時間。那譬如講白好嘅鐵條嗬，那無下腳炒停，而都當腳變定。哦，冇該啲時節嗬，當會受潮。係軟皮嚟啦，可以軟皮嚟，一樣都真係炒起來嘅鐵條，有個紅咪，好做會有數到樣樣嚟啊！哇，真係咧，應該都有個中鐵條，都有個細鐵條喎，亦都好滿都按到咧，嗬！喺現場係要看到，要帶來一個同鐵片嘅架啦貨，做啲樓梯架講嘢起碼計喎。你就個鐵條做一個夾白鐵條嘅工具啊！嗰時候白鐵條我們用樹啊，我們用樹枝夾就好嚟行，我用一個架啦貨。你白冇機紮嘅，你都係用樹啊。唔過你白
规包记啊包因北顶因去啊，系啊，他就像个要种剃头的时间吼，当赶嘛，当赶紧要赶个时间啊，譬如讲，因为唔要种个1分剃2分剃，一种就是1甲2甲剃啊，那当到剃头会白啊，过年也咪就一个今年没有种嘛，过年的时间。年頭來捱不卡，全部捱到幾不卡，人哋白剃頭。幾部年啊，人哋白剃頭，年頭來要搶下嚟做嘛，搶下嚟白剃頭。咩如果明年我因白剃頭因大最久啊，我記得頭擺都講種下嘅時節吼，迄講要講講花，迄講花啦，唔過樹行迄種唔得行啊，因做勢啊。哇，古時你看安陽嘅一隻感覺就出來了，個畫面就出來了吼，哇，真是就大家都當火怒，又因大最久，吼，也就白剃頭。唔過一個加拉貨真是當貼片的，有面講貼片講，我老唔買一個加拉貨嘛。咩有啊？咩有人講我當獎啊，叫我粉絲啊，叫我買咗啲。人講嘅。你要停，我咪去山東一家厝轉來嘅，我就冇當多啦。啊，一家會分開，因為吼我就北剃頭嘅工吼，全部你遐分開，我就喺社區嘅媽媽阿嬷吼。哦，一條蘇婆伯妹。蘇婆伯妹佢就要聽書。係。啊，唔係全部漢人哦，因為有個豐年街當到街，咩有個原住民咧，漢人咧，漢人到原住民較多。古時日下都係日計，應講到白剃頭嘅一個工作咧嗬，佢變咗蘇婆伯妹，嚇記得來聽書哦，咩本記得有一陣講想講超業嘅機會啊，家人講嘛，穿數會咩做嘅哋嗬？70歲，70歲嗬。係。你啊，當到嗰種誒，豐年當到嘅獨居嘅。13年係咧。13年代。啊，而家嗬冇事情做，見咩13年？咁講而家白剃頭嗬，坐喺門頭上。一家剃頭啊拿出來，初頂開始學因白人剃頭嘅時間吼，年就來咧，年沙都來咧，大最久誒，哦，就是跳下來嘈了。哎呦，真咩13年啊，按故事又冇面後講法。這好似下都全部當無限睇睇當到來去去，要不喊鬧啲。哇！就講到一個搶一個講，哎呀剃頭啊，嗬，對一個洗澡過後嗬，一個方面係，真係後尾做得交到呢度嘅朋友啦，嗬，一個平時可能較少來，因為白剃頭一個工作咯，就大家都向下來嘈了來打最久咧。唔過白剃頭一個工作有乜嘅技巧喎？技巧？係啊，你起碼起碼都上，因為人咧，我接得嘅鏈嗬，我接到拄好啊，做唔得長太鏈嗬。剃頭嘅規則吼，地波啲吼，哎用下去拄好哎用吼，那唱太練吼，佢要地波要逼佢，錯啊，逼佢就做唔得炒嘅啊，就冇效。一時間可能就我接到拄好，你咧去，真係，你天時台你咧買咧去殺好嘅啦，較冇基本用徛一上，徛嘅上當車嘅種情形。我要跟生出來。好，古時可能對一個應講白剃頭來講嗬，都要按到嘅項目，亦係後輩嘅還要按到呢度嘅事呢家下啲人記出來留睇家講，應講市面行我買嘅啊嗬，應講想講炒好嘅一個剃頭啊嗬，講真實嚟啦嗬，頭先提到可能要破嘅啊一條嗬，唔過呢一個手工炒嘅剃頭真係冇按簡單冇按改呢嗬，我識來看見哦，當然你係有選擇嘅，都入邊哦，先來聊下來咯，家下陣個繼續來打嘴鼓。